39萬買中山版尖沙咀中海4季匯，低總價，周邊衣食住行配套成熟，央企豪華精裝熱樓，即買即住，仲係買一層送一層添。Hello， 我 Kelly 啊。Hello， 我係 Milly 啊。總價39萬買中山版尖沙咀中海4季匯，低總價，周邊衣食住行配套成熟，央企豪華精裝熱樓，即買即住，仲係買一層送一層添。無論你係投資養老自住啊，都係首選啊！我哋即刻去片睇睇。41平方嘅2房2廳優惠，買一層送一層，4.5米嘅層高，Y 字形嘅樓梯設計，仲享奢華生活。即使隔咗一層，都唔怕壓抑，俾人嘅感覺係非常舒適。全落地玻璃窗設計，無論採光定係通風，舒適度都係非常之強。採光十足，通透舒適，小面積大享受，注重實用性，充分利用每一寸嘅空間。30平方嘅1房1廳優惠，入門所見即所得，4.5米嘅層高，中空廳嘅設計，高端別墅先有咁嘅設計啊！依家30平方嘅 apartment 就可以做到啦。2人同居最優配置，功能分區明確，方正實用。41方可以做到3房嘅單位，跟住我嘅鏡頭入嚟睇睇，雙層百變空間，買一層送一層，實用率達到之200%，享受陽台景觀視野，舒適又寫意。靈動嘅百變空間，讓你使用面積最大化。甜蜜嘅3房，為3口之家營造溫馨的家。中海4季匯位於中山主城核心地段啊，係中山政府1000億打造嘅旗杆新城板塊，樓下有5大商圈環繞，萬文匯商圈啦、紅星美凱龍商圈、上城商圈，仲有保利商圈添啊！附近亦都有中山濕地公園，係一個純天然嘅負離子氧吧啊！生活配套上咧，涵蓋咗餐飲啦、日常休閒娛樂、購物等等，附近亦都有5星級酒店、甲級寫字樓，滿足晒我哋生活上嘅多方面需求啊！最緊要係落樓行路就可以到達噶咯，十分之方便。佢唔單止係生活配套成熟啊，交通方面呢亦都係超一流啊！項目有5大高速環繞、4大城軌聚集、1條地鐵嘅規劃線，暢享1小時廣州啦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城際生活圈啊！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呢，從項目出發45分鐘就可以到深圳啦。另外屋苑樓下呢就有香港直通巴士站啊，每日有30幾個班次往返香港中山，無論出行去邊啊都十分便捷啊！中海4季匯號稱中山版嘅尖沙咀啊，無論生活配套、交通配套或者係商業配套，都係樣樣齊全，而且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同埋全屋嘅豪華裝修，咁樣嘅筍盤你心喐未啊？快啲聯繫我哋睇樓啦！